今時今日，相信都冇人未聽過生酮飲食啦，但係就未必個個試過啦。咁以下呢6類人咧，就最應該試下啦。呢段片咧就等我話俾大家知，醫生未必講俾你聽嘅嘢啦。記得睇到片尾，仲會話埋俾大家知，不正確咁使用生酮飲食會有咩風險㗎。Hello， 大家好，我係蘇怡，係一間以女性健康體態為宗旨健身室嘅創辦人啦，亦都係專業嘅生酮顧問，係中文運動科學系碩士畢業。咁我亦都有出書講我哋獨創嘅女性健身方法啦，同埋正確健康嘅生酮飲食。咁我呢個頻道咧，希望咧透過運動啦，同埋生酮健康知識分享俾大家，令到大家咧都可以得到健康嘅身形嘅。今段片咧就同大家分享邊6種人最適合生酮飲食啦。首先第一種人就係脂肪肝嘅患者啦。高碳飲食嘅時候咧，身體咧會透過肝臟啦，將糖分儲存轉化為脂肪，並且坐喺個肝度嘅。而特別就係食生果嘅果糖咧，儲存得最快，直接就入個肝噶啦。而生酮飲食嘅益處咧，就係促進肝臟脂肪嘅代謝，減少碳水化合物嘅攝入，可以直接抑制肝臟脂肪酸嘅合成，並且增加脂肪嘅分解，從而咧減少肝臟脂肪嘅堆積嘅。研究咧仲發現14日生酮飲食可以令到肝臟嘅脂肪咧減少接近50%啊！呢一個研究咧就揾咗一班本身係過重啦，又或者係非酒精性脂肪肝嘅人去做測試嘅。咁就發現咧，佢哋進食咗14日嘅生酮飲食之後咧，肝臟嘅脂肪咧大幅減少43.8%，係接近50% 嘅。最有趣嘅地方就係咧，佢哋喺生酮飲食嘅期間係冇熱量赤字，並冇特登減少佢哋每一日嘅熱量攝取，都有咁好嘅效果喎。咁生酮飲食咧，其實就係透過限制碳水化合物嘅攝取啦，令到肝臟咧將脂肪拆翻出嚟轉化為酮體。當酮轉化之後咧，會自動發出停止脂肪喺體內儲存嘅信號嘅。原來咧個肝係最先儲脂肪嘅部位，同時亦都係最先燃燒脂肪嘅部位嘅。即係話，如果你有太多嘅糖，就儲晒喺個肝度；調翻轉生酮飲嘅食，就會第一時間喺個肝度攞翻啲脂肪嚟用啦。每一日係可以燃燒到100 gram 嘅脂肪㗎。咁我哋亦都曾經有學生啦，佢已經嚴重到咧切除咗部分嘅肝臟，但係透過生酮飲食咧，亦都係成功逆轉咗脂肪肝嘅問題，亦都係得到醫生嘅 approve 啦，證明佢咧已經係冇咗脂肪肝嘅問題㗎啦。第二種真係要試下生酮飲食嘅朋友咧，就係胰島素抵抗前期就係胰島素抵抗啦，或者已經變到係2型糖尿病，又甚至乎係合併肥胖嘅人士啦。咁生酮對於佢哋嘅好處咧，就係可以快速控制糖分同埋減重。生酮飲食咧就係透過限制碳水啦，少過10% TDEE 一日。一般嚟講咧就係少過50 gram 一日嘅碳水啦。咁因為少咗碳水化合物，血糖咧就唔會上上落落，可以降低餐後嘅血糖高峰值，可以喺短期內咧將 HbA1c 即係糖化血色素啦下降1.5%。比起傳統低脂嘅飲食咧，係有效好多㗎。咁生酮飲食咧，亦都可以幫佢哋改善胰島素嘅敏感性啦，從而咧係阻斷咗呢個最噩夢嘅肥胖同埋胰島素阻抗嘅惡性循環啦。之前啲片咧都講過好多次㗎啦。簡單啲嚟講啦，胰島素就係負責將糖血入邊太多嘅糖，血管都唔想有咁多糖，就將佢㧬去啲細胞度咯，塞入啲細胞度。但係慢慢塞下啲細胞，我都唔想咁多糖分啊，冇益啊，就會即使有胰島素出嚟，佢哋都唔聽話。呢個時候就叫做胰島素阻抗啦。於是乎就需要越嚟越多嘅胰島素先會可以㧬到啲糖分入細胞。呢個時候身體咧已經會有比正常人多於7倍嘅胰島素噶啦，叫做胰島素阻抗。再去到下一步惡化就係咁多胰島素都冇用，都塞唔到啲糖分落細胞，血糖長期都高嘅時候，就係惡化到2型糖尿病啦。咁所以唔想去到呢一步惡化到2型糖尿病咧，就應該趁早喺胰島素阻抗啦，或者係更早冇事冇講嘅時候咧，開始生酮飲食、低碳飲食。咁可以幫助大家改善胰島素嘅敏感性啦，降低餐後血糖波幅，減少胰島素分泌，直接緩解胰島素嘅抵抗㗎。咁我唔係話打針食藥冇用，當然有病緊急上嚟都要睇醫生啦。但係生酮飲食咧，絕對比起打針食藥咧，喺即係控制胰島素方面咧，係可以根本性咁解決咗個問題啦。
第三種人亦都係生酮飲食非常之幫到手嘅，就係多囊卵巢症嘅患者啦 ，PCOS 嘅患者啦。頭先講過啦，透過生酮飲食，胰島素阻抗得到改善，咁就可以幫佢哋減少卵巢間質細胞雄雌激素嘅合成，緩解毛髮過多同埋痤瘡，可以調節激素嘅平衡。生酮飲食咧可以改善胰島素阻抗啊嘛，就減低咗 LH 同埋 FSH 嘅比值，從而咧減少卵巢雄激素嘅合成啦，緩解多毛、痤瘡同埋月經嘅混亂嘅。咁 Journal of Obesity 有一個研究啦，就指出咧，生酮飲食24週之後 ，PCOS 嘅患者 LH 同埋 FSH 嘅比值係由3.2降到去翻1.8，月經週期規律性咧亦都大大提升咗。生酮飲食咧亦都係好多地方得到認可同埋臨床共識㗎啦。喺俄國啦，專家指南亦都列出生酮飲食咧係 PCOS 肥胖患者嘅2級治療選項嚟嘅。咁喺體重管理方面啦，因為好多 PCOS 嘅患者咧都係好容易連帶係超重嘅。咁臨床數據亦都顯示啦，24週嘅生酮飲食咧可以令到 BMI 多過24嘅 PCOS 患者體重下降12%，空腹胰島素咧下降54%㗎。意大利亦都有研究顯示 ，PCOS 嘅患者喺12週平均可以減重9.4公斤。咁我哋自己都有好多學生嘅成功個案啦。有唔少本身係帶住 PCOS 問題嘅學生嚟揾我哋之後，亦都係透過生酮飲食咧，幫佢哋改善咗個問題，甚至乎咧亦都有學生係準備懷孕成功㗎。第四種建議你生酮飲食嘅朋友仔咧，就係懶得做運動嘅人啦。咁我自己開健身室㗎嘛，梗係好鼓勵人做運動啦。但係呢個世界上實在有太多人係無論如何都點都唔肯做運動㗎啦。咁你哋更加要生酮飲食。好處咧就係可以自動減低你熱量攝取啦，高脂肪同埋蛋白質咧本身就飽腹感比較強嘅，加上咧酮體本身有抑制食慾嘅功能啦，咁所以咧就可以減少口痕啊，食多咗零食啊，亦都可以減少食多咗之後對運動嘅依賴。咁呢個咧都唔係最大嘅好處，最重要咧就係生酮飲食咧可以幫大家有一個更加好嘅新陳代謝。呢一個嘅代謝優勢咧，就係你可以幻想啦，生酮飲食咧調整翻你個身體，本身咧身體唔做運動啊，又慢慢隨住年紀咧，就由一個運作得好嘅工廠，慢慢開始啲機器咧就生鏽啦。生酮飲食調整翻身體嘅荷蒙，調整翻個代謝，減少炎症，令到你身體好似一個運作得好嘅工廠咁，自然咧就可以減低病痛啦，同埋有更加好嘅新陳代謝，冇咁容易肥啦。第五種要生酮，亦都係最多因為咁樣而揾我哋幫手嘅朋友咧，就係需要喺短期大幅減重嘅人啦。係啦，可能有啲係臨結婚，我想大幅減重啊，我要精益求精啊，或者真係遇過好多唔同飲食嘅方法都平台期減唔到，又或者係種種嘅原因啦，需要減重嘅，就可以揾我哋幫手啦。生酮嘅好處咧，就係有快速減脂嘅效果㗎。咁我哋嘅學生咧，用正確健康生酮嘅飲食，唔使捱餓嘅，平均3個月係減到20至到40磅啦。咁有3個唔同嘅階段啦。通常第一個階段咧就係酮適應啦，慢慢開始入酮啦。咁呢個時候已經減磅好快㗎啦，減去好多本身身體滯留嘅水腫。去到第2個月嘅時候，生酮開始係運作得好啦，進入一個好嘅酮症嘅時候咧，減脂就係去到最快。呢個時候我哋會睇到一路量度住體脂咧係減得最多嘅。第3個月咧狀態好嘅話咧，其實已經係可以穩定減重，又或者已經達標嘅話咧，就可以鞏固翻成個嘅效果啦。咁呢個減重嘅幅度咧，比傳統嘅低脂飲食係明顯快好多啦。尤其係可以減到好多內臟嘅脂肪，或者好多女士、男士都係咧介意嘅中央肥胖，亦都可以幫助突破平台期啦。通過代謝嘅轉換，由平時用開糖嘅，去變到用脂肪提供能量，即係24小時燒脂啦。最後邊啲人會好需要生酮飲食咧？就係追求健康嘅朋友啦。係
係啦，有唔同嘅研究啦，你哋可能會睇過唔同嘅資訊嘅話，就會知道生酮飲食嘅好處，亦都可以改善代謝指標啦。正確嘅生酮飲食可以優化血脂，降低甘油三酯，升高好嘅膽固醇，降低壞嘅膽固醇，亦都可以減少炎症指標，亦都咧可以對認知功能有保護啦。因為酮體咧為大腦提供替代嘅能量，亦都可以延緩神經退化疾病嘅進展嘅。咁其實生酮咧係可以健康長期進行，但係亦都唔一定長期嘅。咁一個3個月嘅週期咧，就會係一個健康嘅理想嘅生酮嘅週期啦。好啦，頭先就講咗生酮飲食對特定嘅人群啦，或者唔同嘅普羅大眾咧係有明確嘅益處，但係咧唔正確咁使用生酮飲食嘅風險同埋執行嘅難度咧係唔可以忽視嘅。咁點解唔正確咁生酮飲食會有風險呢？第一個啦，生酮就係食高比例嘅脂肪㗎嘛，咁你平時食錯脂肪都已經係問題，如果你食得多脂肪，仲要食錯咧，脂肪有分好壞嘅，咁就好大問題啦。長期不當嘅高脂肪攝取咧，係會增加心血管疾病嘅風險嘅，尤其食得太多反式脂肪，又或者咧 Omega-6 比例高嘅脂肪，咁就會出現問題啦。所以咧建議咧優先攝入 Omega-3 嘅魚類啦，或者係 Omega 9，又或者係飽和脂肪，即係例如牛油、椰子油、豬油呢啲咧，其實都係好嘢嚟嘅。第二啦，亦都會有營養缺乏嘅風險㗎，因為咧一般人咧佢哋可能好多營養就習慣喺碳水化合物嗰度攝取，係啦，例如纖維啊、維生素等等啦，咁突然間限制咗碳水化合物咧，就會導致到你唔食去食菜喎，其實應該大量攝取蔬菜，有好多抗生素嘅，唔食菜又會冇纖維，可能便秘，又或者缺乏維生素 B 或者唔同嘅礦物質啦。咁呢啲咧都係需要專業嘅評估去點樣去補充翻啦。如果唔係咧，就有30% 嘅人係可能會經歷酮流感啦，甚至乎咧有啲人係減得太快而冇正確補充翻啲營養咧，係會面對脫髮或者月經嘅問題嘅，因為身體覺得喂咩事啊，饑荒啊，佢就將一啲冇咗唔會死嘅嘢咧就冇咗先啦，甚至乎係令到內分泌波動啦，咁所以咧呢一個都要小心去攝取翻正確嘅營養。第三啦就係會有低血糖嘅風險啦，尤其本身已經係食緊藥或者係用緊胰島素抑制劑嘅患者咧，就需要密切注意啦。咁亦都要同醫生去協調整藥物嘅劑量啦，避免因為食少咗糖啊、碳水啊而令到身體唔適應，出現低血糖嘅問題。咁所以咧，千祈唔好盲目，人哋咁食我又咁食，因為人嘅體質係絕對唔一樣，係需要一個個性化嘅評估，建基於健康嘅基線啦，例如肝腎功能、血脂，去1對1咁制定方案，就每個人生酮正確嘅比例點樣先可以入到最佳嘅酮值，係要配合唔同嘅經驗先可以減低唔同嘅風險嘅。好，咁啱啱咧就分享咗6種人最推薦大家試生酮飲食噶啦，咁亦都講咗唔同嘅風險啦。如果你哋想知多啲唔正確生酮最常見有啲咩副作用，亦都有啲咩對症嘅方法咧，可以 PM 我嘅 Instagram 啦，咁我就會覆返嚟俾一個免費嘅 PDF 嚟噶啦。呢集講到呢一度，歡迎大家留言一齊討論，下集想聽啲咩咧，亦都可以留言話俾我知噶。記得 follow 我嘅 Instagram 同埋 YouTube 啦，拜拜。